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苗栗3义的火焰山，山真夹，有真壮阔的大峡谷的风景，加上这个海拔的高度只有600多公尺，总是声袂少人来爬山看风景。但是这个火焰山是由高层的沙石啊组成的，地质松软，随时拢会崩起。主管单位伫这个山坎边来徛告示牌，禁止挖金，但是也是有袂少的游客冒险到这个山坎边去翕相，讲拢讲袂听。苗栗火焰山爬山的人有够济，远看过这个山壁差不多90度，这个崩坎边有真侪游客，个人坐伫崩坎面顶翕相。真的拿命在开玩笑。说实在的，如果掉下去的话，真的也没有办法救了。穿运动衫这个小姐直接就倒伫崩坎边啊，双手搁摇悬比耶伫翕相，安尼真正是有够危险。因为真久无落雨啊，火焰山土石较松软，随时拢会崩，像双边拢有崩过，迄若真正崩落去，人伫面顶就危险啊。这颗石头在过年前就掉下去了。崩坎随时会崩，所以讲有关单位伫崩坎边，我有采一个告示牌啊，写讲危险，这个崩坎唔通挖近，搁牵来拢说啊，因为根本就无路用，徛伫面顶翕相游客有够济。就是我们由当地的协会来认养，认养确保我们这个山径的各项的一些设施的安全，他去协助去维护，然后加强宣导。主管单位讲，去年就发生山友为崩坎摔落去的意外，因为登山步道是一般的林地，唔是自然保留区，所以讲袂限制人进入。为了提醒乡亲啊注意安全，毛采20面的告示牌啊，直接要提醒爬山的人，爬山爱注意本身的安全，唔通像安尼想挖这个崩坎，提性命滚生笑。